Kevin 一直食的海胆，台语安怎讲呢？是海胆的台语哦，海胆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哦，妈妈跟谁比？手会疼，手会疼，不敢拿，不敢。不要紧，来，贾斯汀。海大。哎呦！来，咱个无限卡个讲一解，慢慢来讲。海大。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，你才厉害。好，来，终于哦，你就赢了。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，爱甲伊鼓励一下，伊的平化音用了就水的。好，因为你伊就是那一粒蛋安尼嘛吼，啊，虽然有足侪色，毋过一粒安尼吼，啊，另外看伊的外形就是拢有刺，所以会当甲叫做海刺猬，就是刺猬，嘿，啊是刺猬，咱有当时讲尖猬，所以海尖猬嘛会使，所以海胆、海刺猬、海尖猬拢会使。